亲爱的姊妹，愿今仔这个礼拜是一个荣耀上帝的礼拜。有时教会讲道，就亲像有嘴讲甲无烂，要信的就要信，不爱信的，有关就是坚持不爱信。兄弟姊妹，牧师无意思责备任何一个人，但是今仔这个礼拜要甲咱讲一句话，就是对主的人有福气。今仔日个圣诗第2条，甲今仔日个经文诗篇70篇，伊讲愿一切信慕你的人，因为你的救恩来快乐。今仔日伊琳因的家族的见证，毋是一个引言甲开场白，应该就是今仔日的讲道。所听的姊妹，愿上帝将伊的听收赐予咱，因为圣经讲神爱世人，甚至。兄弟姊妹，规本圣经上重要咧讲的话，就是上帝听你。今仔日要代表教会欢迎咱中间有一个真特别的兄弟，叫做刘念勋。伊伫破病中间，上帝亲自甲伊讲话，耶稣去互伊看到，然后伫信慕中间，伊甲安美解脱讲，我想要洗礼。今仔日个教会要代表上帝拍开这个恩典的门，来欢迎咱的兄弟刘念勋，甲所有刘念勋的亲人。今仔日圣经讲，上帝叫咱做伊宝贝的囝儿。今仔日个特别是伫约翰福音3章16节讲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今仔日个金句讲，上帝应听。来请咱做伊宝贝的囝儿，老兄弟，牧师代表教会，甲你欢迎。咱来做伙做上帝宝贝囝，咱来做上帝的宝贝囝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要领受今仔圣经进程，咱做伙同心，搁一摆来祈祷。万管宁的上帝，阮伫你的礼拜堂来做伙组织。我要奉你的性命来祝福，今仔日要伫你面前承认耶稣做生命的救主，阮的兄弟。我们要奉你的性命来祝福所有阮在座的兄弟姊妹。主啊，求你亲自讲互因听，免伫你的萝卜有喙讲甲无烂，处你的萝卜无埋怨。人得救有时，人明白嘛有时。愿主你亲自将这个救恩的话，甲这个听，放伫人的中间，互人无勉强，就亲像郭依林的妈妈，也亲像郭依林的阿嬷。因原本毋捌你，但是上帝你亲自讲互伊听，因就对你来得到活命的喜乐。主将今仔日个礼拜，恭恭敬敬交伫你的手中，无论伫圣殿内。无论伫网络顶悬甲阮做伙敬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主啊，愿你将你的听放伫阮的中间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今仔日个礼拜是一个感恩，今仔日个礼拜嘛是一个邀请，邀请每一个愿意伫上帝的手中来领受祝福，毋是干那刘念勋兄弟，也愿上帝所祝福刘念勋的兄弟所有的亲人。上帝祝福恁伫人生的中间有幸福。今仔日个礼拜，牧师特别要拜托依琳，是因为牧师对伊的妈妈甲对伊的阿嬷的身躯顶悬，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因为若毋是上帝家己做，人讲较济话，就真困难摇动人的传统，互人的心得到拍开。听见刘念勋兄弟伫伊破病的时，伊看见有人来找伊，我想迄个就是耶稣。对伊的时阵，伊甲安美姐讲，敢会当请牧师来甲我看，请牧师来陪我祈祷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，伊是一个充满听的上帝。今仔日牧师要将讲道放较真底，我要用真简单的话甲咱讲。圣经所讲的听，毋是理论。虽然牧师伫查经的时阵会讲较真多，
甲先听起来真困难，有解说真侪圣经的话，但是耶稣讲神爱世人，伊咧讲的意思就是毋免真侪道理，你若愿意，伫你的心内要有上帝的听充满伫你的内底，这个听是一种的感受，这个听是一种的快乐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若感觉，你若明白，你若知影上帝的听会当互你的生命甲你的命运得到改变，你通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甲上帝讨讲，主，伊有，我嘛要有；阿嬷有，我嘛要有；郭慧玲的妈妈有，我嘛要有。伫英语的礼拜，伫美国人因的礼拜中间，因常常讲一句话叫做 "God is good"。然后所有兄弟姊妹的回应讲 all the time， 咱的上帝是一个实实在在真好的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有时牧师计较，也是讲牧师用上这遐个毋是真简单的话，递到咱无容易真深真直接的感受。愿今仔伫礼拜中间所听的姊妹，主会听进入恁的家庭的内底，互囡仔有需要的人，咱的生命就得到主的帮助，互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明白，当咱咧互相请安讲耶稣听你的事，毋是一句真廉价的话。教会咧讲耶稣听你的事，嘛毋是一个真礼拜一个真礼貌上的请安尔的，毋是。当咱真诚恳咧讲耶稣听你的事，就是希望咱目睭前的咱的兄弟姊妹，伊有幸福，伊生活伫主耶稣基督的听的内底，听会当改变咱过去所拄到的伤害，会当拄起咱真侪怨叹。在咱的人生中间，没有人十全十美，但是主的听会当互咱，因为上帝的听，咱的生命就改变。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这是今仔日咱只有3句话。诗篇70篇第40讲，愿一切追求你的人欢喜快乐。牧师为咱祈祷，愿天父上帝互咱会通，毋免通过真深的讲道，嘛免通过真复杂的讲道，咱会当伫主的面前，甲主讲：主啊，道理愈浅愈好，总是上帝你的听，甲我三甲伫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明白今仔日的圣经到底是咧甲咱讲什么。规本圣经介简单来讲，只有一句话：约翰福音3章16节，伊讲神爱世人，甚至兄弟姊妹，这句甚至这句话真容易咱忽略。上帝听伊的人，上帝听伊的人，为伊陪伴，超出所求所想，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连想象嘛想象袂到。神爱世人。所难，这句甚至这句话伫圣经的中间，伊的意思就是以至于，就是讲上帝听咱敬人到某一种的程度。这句话就是讲上帝伫国内，当咱接受耶稣了后，咱的人生有幸福，伊要甲咱陪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圣经的礼拜中间，咱听到上帝甲咱讲这句话，伊讲我爱你。我要做你的天顶的上帝，我要做你的天父。这句以至于他英语翻作 so that，God so loved the world， 上帝听世间到这个程度，以至于兄弟姊妹伫咱每一个人的人生，拢有上帝真特别的有备。你愿意接受吗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咱拢有分伫拄则所讲，这两个离开咱的姊妹，伊琳的妈妈，伊琳的阿嬷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的年轻少年人，因为上帝所讲的话，今仔日的金句，你若愿意，今仔日就去你完完整整将以后所得一章拢读好了。因为今仔日的金句只有记载以后所书第1章第5节，伊讲你要真对上帝的囝子。这句话是牧师送给刘连勋。对今仔日开始，牧师拄则你入来的时候，我有甲你讲一句话：今仔日是你第2个生日，你会记吗？第1个生日是你的爸爸妈妈甲你生出来的时，迄日
你来到这个世间，那是你第一个生日。今仔日这个生日是你第二个生日，因为今仔日你伫洗礼了后，天顶的上帝就是你的爸爸天父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你要做上帝的子子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这个兄弟同欢喜。所听的姊妹，咱嘛代替耶稣来欢迎这个新家这个兄弟，互伊无论健康，互伊无论破病，任何情景顺境逆境，拢领受上帝的疼，上帝做伊的帮赞。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咱嘛拢安尼。庄妈妈，耶稣嘛听你，愿天父上帝帮赞所有兄弟姊妹，咱伫人生中间，咱领受耶稣的祝福。到永永远远。今天圣经讲什么？伊讲因着爱，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也即将这句话给记起来。因为天父上帝会听，所以伊称咱做伊的子子。你若愿意，你就得到；你若愿意接受这个天顶的上帝做你的帮赞，你要有一个真特别的生日，就是甲伊手牵手的时，迄个新的生日顶头生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互你听到上帝亲自甲你讲，你要做我的子子，我要做你的天父。所听的姊妹，你愿意吗？愿咱做伙来享受。教会毋是一个听讲道的所在，安尼尔。讲道礼拜堂是一个会通互人感受到伊的心内有上帝的疼，望着伊，伊感觉这个疼是真的，而且这个疼要互你有快乐，通原谅过去伤害你的人，这个疼要互你会当放落你过去心内底所有的迄个伤痛。牧师伫顶礼拜的中间有讲一句话，讲真歹物件，结果是目肚疼，落屎了就煞。但是人过去的伤害会有一寡情绪，迄个情绪若臭酸，人的心内就会受到苦毒。愿天父上帝帮咱所听兄弟姊妹，咱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听，咱的生命无共款。愿主的听进入咱的人生中间，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咱讲三个祈祷。第一，你甲主祷讲，互我一生活伫你的关联听的快乐中。我若无法度做，主你的听甲我三甲伫地，互迄个听成做我的力量，互迄个听成做我幸福的源头。求天父上帝帮咱所有兄弟姊妹，主耶稣甲你揽呢，甲你惜命命。所听的姊妹，你若真正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听了后，你就会真疼你家己，你会感觉我好得无比，我的生命是一个真有价值的生命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用伊的手甲咱揽呢，求天父上帝帮咱，互这个听成做真的、真真实实伫咱的人生中间。兄弟姊妹，牧师要甲咱鼓励，这种的听超过夫妇的爱情。你讲有影无影？遐这试看卖。牧师要甲咱讲，上帝的听超过夫妻肉体两性的迄种的爱情。人的肉体到一个岁了后，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会改变。独独上帝的听是一个永远未改变，会当满足人超出咱所想象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伊的听放伫咱的人生中间，互咱无搁对别人来讨人的关心。上帝亲自用伊的听来满足咱，亲像一口活水泉，这种的听是一个满出来，互咱到欢欢喜喜，到挡袂掉。求天父上帝帮咱，在座兄弟姊妹，耶稣的听会当互人生命重大成人。保罗伫伊的以弗所书内底讲真侪有关着圣神以及上帝的听的充满。伊讲上帝因为听，要称咱做伊的宝贝子子。上帝因为听，伊要互咱的生命伫听的中间来得到医治，来得到成长，人的灵命
要当大人。愿天父上帝帮赞，毋是干那郭依林的妈妈、郭依林的阿嬷，咱在座所有的人，只要那愿意，咱的人生就无惊吓。因为上帝要带咱过一种新的人生，这个人生是一个有肉体、有灵魂的。人的肉体到一个年岁，就会慢慢无气力，但是人的灵魂倒变，会哪来哪成熟。人的灵魂会因为信主哪久，人的灵魂会哪顺转，会哪有价值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真正真捌，也担着。咱甲主耶稣讲：主啊，我若较早担着你疼的滋味，我的人生就袂遮尔辛苦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毋是通过牧师的讲道的话，嘛毋是敢若通过伊人的见证甲分享。是亲自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恁的心内空虚的角落，你若愿意，你下手祈祷，主要将伊的疼放伫你的人生中间，互你真多有疼充满，得到医治，生命得到清气的基督徒。无论你伫过去的年日中间拄着什么种的伤害，对主的人有幸福，兄弟。你若愿意将这首圣诗放做你个人爱吟的诗，歹势，无说毋是就做你较早较早出去添加，毋是。个人爱吟的圣诗的意思就是讲，对于我捌主到我一生的结束，这条诗歌拢是我爱唱的一条诗歌。这才是一生所唱的诗歌，讲对主的人有幸福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伫恁人生的道路顶悬，恁知影。伫人生中间有真侪无同款的层次的疼，牧师无要搁再解说。有翁仔某中间的疼，有兄弟姊妹的亲情，有朋友的疼，但是有一种的疼，伊讲神爱世人，迄种的疼讲对天人来的疼。咱的教会壁顶，恁会记咱的教育馆顶有一个字叫做阿加佩，恁有注意到无？为什么牧师要将迄个阿加佩放伫咱的教会礼拜堂迄个教育馆后壁，互咱的厝边头尾拢看到，因为真侪人捌英语，但是伊若进来到教会，看到抬头就看到教会遐尼悬的所在，吊一个字阿加佩，因常常会问牧师讲：牧师，我会晓英语啊，但是迄个阿加佩迄个字是啥物字咧？牧师卖个关子，因为雕工要互人读无，然后咱就甲伊讲，迄个字毋是英语。迄个字伫圣经的中间所讲，上帝的疼，上帝的疼叫做阿加佩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将你心内上渴慕的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赏赐予你。第二，兄弟姊妹会记得，对永远到永远，天顶的上帝无放杀咱。天顶的上帝讲：我要做你的天父，你要做我的囝子。兄弟，你愿意吗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我知，感谢你；主我知，感谢你。我遮尔卑微，我遮尔平凡，我遮尔老，我遮尔含慢。主啊，你竟然听我，竟然是一句真深的感情的话。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愿主耶稣将伊的手放伫你的心头，互咱知影主听你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我知，感谢你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向你献上我的感谢。愿主你继续用你的疼来帮助我到一生的路尾。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当主用伊的疼放伫你的家庭的中间的时，兄弟用你的疼改变你的亲人。兄弟姊妹，用咱的三疼来改变这个教会，好无？用咱的三疼来改变你的家庭，用咱的三疼来改变一个国家甲一个社会。愿天父上帝甲咱讲，兄弟姊妹，约翰讲：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既然安尼听咱，咱就彼此相疼。咱若彼此相疼，咱的厝边得当人就知，因是信耶稣的人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除了上帝以外，咱无听别的人；除了上帝以外，咱无听别的人。
第二，就是一个亲像咱喜乐的阿嬷同款，一个马祖提里萨，伊的一生有一句足出名，伊的一生常常讲的话，伊讲我活咧，就是活伫耶稣基督的疼的内底，而且伊将这份的疼带到逐所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将伊的疼放伫你的人生中间，无论你去到什么所在，这种的疼就真多，别人对你所领受的祝福。耶稣将这个疼予你，然后咱将这份的疼祝福别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疼你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做伙来领受这种的疼，改变咱的家庭，改变咱的教会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深深感谢你，为着阮的软弱，为着阮的欠缺，为着阮的需要，主耶稣，你来到世间，你对阮讲话。主耶稣，你甲阮讲，天顶的上帝疼阮，主阮知，伫今仔日个礼拜要成做阮生命改变的日子。2024年7月初7。要成做一个阮的兄弟生命改变的日子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天父上帝，当你的教会唯一行洗礼的时，主耶稣，你对天顶将你的疼，就深深放伫伊的灵魂的内底，对这事到永远无尽。阮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